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人知。台铁宣布过年期间有增加234班加班车，凭去年加码到8000个位，对1月7日开放订票。讲几啊故事正出名的作家司马中原，因为跋倒住院，连带引起急性气检，伫今仔日别世，食到90岁。讲几啊个正出名的作家司马中原，因为跋倒住院，连带引起急性气检，伫今仔日别世，食到90岁。由假日经营的数码中原面册专业，打出数码中原最后的影像，伫无啊挂目镜，专心看册，当计划太阳写书文。2礼拜当这前，数码中原甲查某囝同下做伙开讲，看起来真有精神。不过几工前，却因为散步跋倒住院，本来恢复状况袂歹，不过却雄雄并发急性肺炎过身。忽然医院就通知我们说，我老爸的心跳、呼吸确实是就停止了，感染都很严重。那我们所有的兄弟啊，就都赶到医院去，就让我老爸平安的。谢谢大家的关心，谢谢。雄雄过身的消息，作家季季伫面册大文章悼念，伊想着较早差不多逐年拢会伫艺文活动甲数码中原斗阵。不过自从疫情了后，都无见过面。季季讲数码中原一直正落场高讲话，谈天说地，都那亲像伊的作品共款丰富多元。他不止写短篇、写长篇、散文、写小品文，他还在电台说书，然后他很早就做出了录音书。本名吴延梅的数码中原10来岁倒来台湾，无接受正式的教育，拢靠家己学习。伊捌讲《聊斋》是伊开除的作品。数码中原的作品有小说、散文得奖真济，其中国伊乡野传奇的作品数量上济。1987年，伊主持灵异节目甲广播，互人封做是上敖讲鬼故事的鬼王。人家就说啊，被鬼迷心窍，就是因为你老想歪瓜斜柳的邪事。数码中原捌接受媒体专访的时阵讲到，会写这么济乡野传奇作品，是为了维持生活。坦白讲，写大家爱看的故事，才会当卖钱。数码中原过身，文化部表达哀悼甲敬意，因为数码中原的作品有历史见证、人道关怀，故事阁真好看，创作不断，而且包含二次战争前后的时代，对台湾鬼怪甲传奇故事贡献优良阁济种。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这总统大选的新闻，三党候选人继续伫咧拼选情。国民党的侯友宜强调，联合政府一定爱推动伊的重用人才。不过，郭文哲就批评讲，国民党是伫咧铺排弃保做法。目前哪力哪辈呢，拢是批评赖清德伫咧选举进前才化工要公开高端的合约。不过，赖清德是回应讲，根据人民有知影的权利，高端的合约应该爱公开。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帮忙，谢谢大家的支持。沿路和民众致意，民进党总统候选人郭文哲初时当来到高雄新竹，车队扫街。面对民进党赖清德暗时嘛要来台北造势，郭文哲讲家己准备好就好啊。但是对国民党赵少康讲，若当选会找郭文哲来讲行政院长。郭文哲批评国民党就是在操作弃保。他现在在玩的把戏就是那种弃保，一直在为弃保做铺陈。还有一点这一种话，照上康出来讲，本身就是一个失格。在蓝白合议题里面，我答应要成立联合内阁。我有一辈子对任何事情说一就是一，所以联合政府势在必行。国民党侯友宜强调，若是人才就会当用。另外，伫大选进前发生新北市的高中生和同学攻击死亡的案件，和死刑的准会搁一摆互提出来讨论。侯友宜提出防制学校暴力4大主张，修法严管、顶盖辅导、加强安检和加重刑责。佮讲伊反对废死，嘛要求赖清德来表态。赖清德当选。赖清德早起是去桃园龟山寿山岩的观音寺参香，但是选战的话题犹原是高端。赖清德捌赞成甲高端疫苗的合约公开，但卫福部讲保密商业合约是5年，目前还未得到高端的同意，讲会当公布。那侯友宜批评讲是咧拍假球，郭文哲嘛批评讲赖清德做副总统遮济当初拢激点点，赖清德嘛重新立场。我坚定的主张，因为高端的合约已经立法院调阅过，监察院也已经调查过。基于人民知的公益的精神，高端的合约应该是要公布。
另外，伊万里做厝的争议嘛未停，新北市财政局找实去现场，想要让伊厝的结果煞无法度。但是竞选办公室是批评市府无照法来通知，雄走来佮对媒体来放话。但是财政局回应讲，一礼拜前就捌通知会刊的时间是照约来现刊，是当事人家己无出现，嘛无通知要改期。记者综合报道。法务部进前伫咧行政议会报告境外势力介入选举的应对方案，向讲这个报告内容锁定新住民，正做调查对象，引起议论。行政院今仔日有解释讲，这法务部是说明中国介入选举的手段无针对特定族群。最高检也回应讲，伫法律头前人人平等，将来就无锁定新住民。法务部顶日伫行政议会报告境外势力改选因应方案，报告内容锁定新住民是调查对象，消息一出，引起大标头争议。行政院澄清，法务部报告是说明中国改选手段无针对特定族群。它主要是为了说明中国介选的手段及样态，目的是要提醒国人多加注意，并没有针对特定族群的意思。那事实上，在院会里面的提醒以后，法务部已经就立即调整了简报的内容，外界其实没有必要在这个部分过度的解读或是见缝插针。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检察官最重要的职责啦。检察机关我们要保障人权哦，在这个部分我们从来没有针对特定族群作为特定锁定的对象哦。林主任强调，迄当时经过甲与会人员提醒，法务部是调整简报内容。佢伫行政议会了后记者会报告，最高检察署也澄清，并无提起会锁定新住民列为改选之首。因个民团回应，伤害已经造成，更加无希望看到行政机关刷头其实。其实我会觉得说，伤害都已经造成。那如果真的有证据证明他们是有违反的相关法律，我们有很多的法律可以去处理这个东西。但是我不希望就是说有这种行政机关带头去歧视某一个族群的这种情况发生。因为我们现在在讲所谓的新住民，那很明显的就是针对着陆配。当然事后亡羊补牢是没有错啦，哈，就是说也许他正式对外里面就没有公布出去，但是都有人听到了啦。民团表示，陆配寄来台湾几十年，伫台湾的生活都是照顾家庭，也希望中华和平，无应该伫选举期间互打票头。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进前，新北市有国中3年的学生伫咧学校内面呢，互别个学生用刀啊挂颔棍来死亡。教育部今仔日邀请6都的教师、家长和学生团体做伙来召开校安咨询会。会期决定，若准是老师发现到学生有炸危险的物品，或者是学生去检举，拢会当由学校的指定人员找一个适当的所在来甲这个学生敲，而且这专程是拢爱录影，上紧伫咧2月新学期开始实行。当它不是一般的我用正向管教就可以处理的，我可能要一些强制力。各个团体陆续表达诉求，这是因为新北市一个国中3年学生囡仔伫校园，互同学攻击死亡，提出各界关心全台湾的校园安全议题。这些特殊班级有学校观察后提报特殊班级的话，特殊的普通班，那试行增设一个副导师的制度。教育部要求6都教师、家长、甲学生团体召开校园安全咨询会，经过4点外钟，最后做出决议，要明确界定特定学生的条件，譬如讲，亲像触犯刑法法律，互警方查到，还是有偏差行为，互警方发送学生偏差行为通知书等。校园的安全机制也会分做固定的加紧急检查，由校务处安排适当的场所来检查，保障稳输，而且所在过程要全部录影。师长已经发现部分的学生是不是有这样的携带物件，或有同学发现察觉这样的状况，还是要有相关的知会，但是他不一定要用开会，还是要留下相关的录影跟检查的记录。针对各关怀学生的辅导，各中小的正式专业人力，后将也会建立中介教育的相关措施，各建立个案评估机制，整理出各县市有偌济资源。有些孩子如果从矫正学校回来，也许不适合即刻进到校园，能够有一个中介的基地啦。有一些已经有建制起来，但跟县市我们再来
做一个盘点，再来做一个扩充，甚至是增加，再做一个建制。教育部嘛参考参加会议人员的意见，研究政策各中小学学务校安人力，讨论教各中小学班级编制，也有教职员的关键等内容。伫学务处增设辅助长的条件，希望校园安全网会当更较完备。相关的措施一定上紧今年2月就会当实施。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有高中生放挂颔棍死亡，这被害者家属发出公开批，回约讲这2名涉案的学生拢爱受到法律制裁。另外，涉嫌杀人的查某学生放裁定由监护人带回去管教了后，说是逼出私底下含动和串通口径。警方为着要保全证据，请票搜索，要求查某学生就要到案说明，说予少年法庭驳回2届。新北两法院。一名高中3年查某学生和共校4月少年涉嫌压倒攻击死亡，检方上验了后，彻查完成解剖，厘清确实死因。被害学生家属也心痛发声，不原谅涉案的学生。这个爸爸妈妈现在心情都很悲伤，现在一切都以孩子后事为主，希望涉嫌教唆的以及杀人的能够受到应有的制裁，法律的制裁。家属发出公开批，呼吁2名涉案的学生拢爱受到应该有的法律制裁，也表达反废弃立场。更加希望政府重新检视少数法年纪甲相关配套，加紧司法卡部，搁全面检视即马校安甲学生辅导制度的空棚。面对囡仔突然死亡，环保协会启动关怀协助，会协助家属申请犯罪被害补偿金必要时，也会为家属聘请律师争取权益。其实我们在案件发生的第3天，就是协助家属为他送件。依新法来讲的话，应该是可以就申请到最高额度就180万。这件高中生挂颔棍案涉嫌杀人的女同学，向政府监护人了后，即马传出亲像伫外口串证，用另外一支手机联络看到的同学，要求将来面对调查，照伊讲的回答。也传出警方为了保全证据，向法院请票搜索，加请求合法动刑书，予伊到案说明，说予少年法庭一再驳回。审理案件红消防7期，新北地院经检法书面回应，少年法庭对具体个案做的决定，以审判独立精神，无被评论。强调受理案件了后，当积极心情进行。只是代志发生较大，过1礼拜外，目前也咧少年法庭，还未移送检方侦办。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新北市发生学生放挂颔棍死亡的案件，这死者的家属就发出公开批，强调反对废除死刑。这死刑的争议呢，伫咧顶礼拜总统候选人辩论会当中，还有其强调反对废除死刑。也拿这罗清德是认为爱对这犯罪源头去改善。另外，郭文德是讲要甲这个犯人关1世人，而且袂当搁再放出来。2月13就是投票日，选战已经拍到尾段。3组总统候选人伫咧废除死刑的议题嘛战甲一扑扑，而且伫电视辩论会顶悬拢有表达家己的立场。台湾有80%的民意支持维持死刑，反对废死。所以今仔日嘛咧问民进党，你执政8年啊，才执行过2件，即摆还未执行的38个，这些人对我们受害者如何交代啊？也那罗清德是强调，死刑要有严格谨慎的执行定序，上要紧的是要对犯罪源头去改善。台湾现行司法在死刑执行上有一套非常缜密的程序，很多人不希望废除死刑，我理解大家心中的不安，但我们仍应回到问题源头来改善。最好的刑事政策其实是社会政策啊。另外，郭文泰是表示，执行死刑有国际压力，伊是公开提出终身监禁的做法。死刑不管在大陆、在台湾，甚至我现在在华人地区，这是有文化基础的。可是要面对世界的这个压力，怎么办？你知道啊？我目前想得出来折中方案只有一个：如果真的要不执行死刑，那就真的要终身监禁，不能放出来。3位总统候选人分别徛伫无同款的立场，提出家己对死刑的态度。废除死刑的议题伫台湾有关是非常有争议，但是死刑敢就代表是很正义？死刑敢会当阻止犯罪？台湾是民主法治的国家，民意人权和国际压力等等，拢是未来执政者爱思考的重点。记者卢尚如、曾俊尧台北报道。
过年过节，民众拢要回乡团圆，不过台铁公司的工会继续伫咧连署，过年要依法休假，无要加班。不过台铁今日说是照常宣布，过年要加开234班加班车，来甲旧年过年比起来，平均逐工会增加8到80个车位，是对1月初9开放订车票。下个月就是农历春节，台铁公司宣布，春节连假加班车专线运能会比平常时增加6%，甲去年春节比起来，平均逐工增加7994个位。初9饭店开始开放东部干线一般对号列车的订票，7饭店开始开放西部干线一般对号列车的订票。还可以啦，早点买应该都买得到。就是因为我搭那么多次的经验，我觉得不会做不到。根据了解，台铁春节加班车去年2摆加班车。总共加开499列次，加挂180来个车厢。今年第一波专线加开237列次，因为台铁3天进前就宣布，春节期间连续依法休困，无要加班，也互寡民众烦恼春节无法度顺利回乡。会担心，只要把安全这一块做好。那当然是最重要，而不是只是因为透过公司化。主管单位是必须要严正以对啦，要积极跟他们来沟通，双方大家必须要以这个服务多数民众为共同目标啦。学者建议台铁公司化了后，应该赶紧补救人力问题，这样挽回乘客对台铁的疏忽信心。政府也要介入协助，这样帮助民众，避免因为廉价疏运的问题来烦恼。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去年底，新竹县一个非法的移工宿舍遭回收，造成消防员尤尚华损失。今早起举办告别式，内政部长林佑昌也去致意颁发保养令，也甲这尤尚华推升做大队长。一直用手七把屎，面对囡仔过身，家属真艰苦。新竹县消防员尤尚华伫一场大会殉职，初时举办告别式，场上播放追思影片，也互在场真侪人想起甲伊相处的一寡代志，忍不住后甜流目屎。画面一幕一幕记录着尤尚华工作的专业认真，私底下热情温柔。伊的同袍啉着悲伤剪接影片，追思会一天也亲自到场送别。全国各县市的拍婚兄弟，佫较是同齐在场悼念。国旗甲消防旗拢嵌伫棺材顶，代表伊的牺牲奉献甲英勇精神。包括内政部长林佑昌、消防处长肖焕章，也佫有新竹县长尤文科等人，拢小连续到场致意，佫较颁奖保养令等，佫推荐为大队长。尤尚华因公殉职，爱回溯到去年的12月底。新竹县一处移工宿舍发生大火，伊带队冲入会场抢救，将受困死的人救出来了后，继续入去厝内搜索，杀死入录烟熏气，最后死伫会场。嫌过急救，亲像是逃狱的移工。代志发生了后，拢无看影。家属的提出来的一些请求我想我们都全力在协助当中。那至于这是会方的部分，这个情况也正在查缉当中。除了会继续协助家属，林佑昌也表示，全力查缉为会场逃走的性命移工。若失去亲人了后，就算是家人有搁较侪唔甘，也将目屎化作祝福，陪伴伊家园最后一日路。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花莲有一个1岁查甫婴仔，爸母甲囡仔交互社会处介绍的灵母照顾。不过最近却发现讲囡仔规身躯伤，本地灵母是甲因骗讲是囡仔生甲跋倒，爸母唔相信，带去验伤，灵母才承认讲是互因安排。平常伫时拢伫林母遐托婴的李小弟弟，最近转去身上拢有一寡伤痕。也毋过林母讲，迄是甲其他的囡仔耍的时，因为杀来杀去跋倒，一直到去年12月21日，囡仔的头甲阿妈滚真个所在乌青，家长开始怀疑代志无单纯。小朋友脸部有大面积的淤伤、红肿，然后下巴翻起来，哇，也是很严重的淤伤。致电给保姆说是撞伤，我说这个是人为的，他有跟我承认说是先生殴打小朋友。但亲请养囡仔的李小姐受气阁唔甘，怪家己亲手将后生送去一个危险的托婴环境。不过，这个托婴单位也是县府社会处每届的合格义务。县府平常访视客家的效果到底伫大，互我界真怀疑。
我们会给这个保姆呢做相对的这个处理哈，但是这个都还在做整个行政作业程序中。那目前先以暂时停拖。更较互李小姐受气的是，欧洲联络题目，也毋过对方说讲要去庙拜拜，也记早互家长到托行的地点了解情况，期间移到警察局报案。分局完成受理报案程序后，立即通知涉案人员到案说明。依涉嫌违反《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及刑法伤害罪，函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关府消费处强调，已经启动紧急事件定数，除了行政调查、保护调查之外，也是安排幼体专家案件。不过根据家长观察，李小弟伫情绪变较会惊吓，靠吵闹，家长表示要对义务提告。记者综合报道。日本的羽田机场初日暗时发生日本航空和海部艇的无人机烧弄事故，这阵以外国土交通省的运输安全委员会也等咧调查。就资深的日本航空技师表示，这届事故和无人机本身是无牵连，应该是航管人员和海上保安艇的技术通信出问题。会使讲是日本上无用的羽田机场，拢总有4条跑道，常常使用的有地图内面的 ABC 3条跑道。因为当天吹北风、事发的时阵，为国内航线的 JAL 516班机，伫咧塔台的指示之下，使用道内面正平的4跑道，而且是对东南方向入场。这个路线因叫做是342。国土交通省初三对外公开的航管通讯显示讲，塔台迄当阵是对日航516的机师发信息，讲342的路线已经完全清好空啊，会当安全降落。机师坐落来就甲指示的内容搁念一遍，而且照定数来降落。所以降落进前去下着海上保安厅的飞行机造成事故。なぜ着陸許可が出ている滑走路に海上保安庁の飛行機が入ったのかということは。これは管制官、コントローラーから海上保安庁の飛行機に対する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エラーなのか、あるいは海上保安庁のパイロットのそのヒアリングですね、聞き間違いかどちらかによって滑走路に入ってしまったという、そういったことが現時点では考えられます。日航516機頂3的政府教授伫接受公司內部調查的時陣講，準備要降落的時陣，無法度用目睭看到入來跑道的其他飛行機。日航和國交省的官員講，這個部分閣要進一步來釐清。另外，針對這個事故，日航初步估算的營業損失是150億的日票，這部分應該用保險金來補。另外，日航嘛啟動對旅客賠償措施。日本經濟新聞的報道講，在疫情管制放寬了後，航空旅遊是大大恢復。事故進程對2023年4月到2024年3月的日巡預估是到800億日票這麼多，是將一年度的2.3倍。日航目前攏總有140多台國型的客貨機，除了初日伫事故內面攏總派去的 A350-900以外，共型的客機閣有14台。另外，載客量上濟的 A350-1000嘛訂10幾台。公司新聞持家人朋友。真侪人拢去慶祝這耶誕節，抑個下年活動，致使國內外新冠抑個流感等呼吸道疾病的感染人數是明顯增加。美國伫個耶誕節迄禮拜就5萬人住院治療，其中新冠疫情病例數增加16%，超過40%是去感染到新型病毒。新型的變異株 JN.1，上部有4個州已經宣布講，入去醫療院所就要掛喙罨。受到入冬也甲耶誕跨年2個連續假期規定做伙活動的影響，美國各地病院出現大量感染呼吸道疾病的病患。紐約州、加州、伊利諾州、加麻州頂禮拜宣布開始掛喙罨，進入醫療院所愛全天掛喙罨，同時限制探病的規定，限制進出病院的訪客人數。These three major winter respiratory viruses, flu, COVID, and RSV, are out there spreading, making people sick. We should not underestimate them. They're really quite nasty. 美國疾病管制中心 CDC 指出，進前幾禮拜新冠加流感病例明顯增加。在耶誕節前有31個州類流感病患的人數達到高峰。耶誕節迄禮拜，因為新冠住院的人數是29000人，比前一禮拜增加16%。其中超過40%感染的是新變異株 JN.1，流感住院的人數是14000多人。感染專家觀察，
虽然 JN.1 有较强的免疫逃脱能力，搁较会消化，不过引起的症头较袂遐严重。今年流感新增加病例的病毒株，甲较早造成的致死率以及重症病患数比起来有较少。不过专家也是建议民众注满疫苗，身体若是有状况的时阵，赶紧就医。If you get sick, it's really important, particularly if you're a senior, to get tested and get treatment. 泰国的新冠疫情同款，因为耶诞节加新年假期，伫进前几礼拜快速升温，甚至单日新增加的病例增加到将近6000人，达到去年8月以来的新高点。出现肺炎症头，也加需要呼吸器的病例，嘛创下将近4个月的新高。公卫部门展开疫苗注射站，鼓励民众紧注，也呼吁挂喙掩，甲维持社交距离。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最后这2天，因为风台日来，这英国发布淹水警报，这风雨伤大，也造成上万户失电，交通大拍夹。有人塞车塞伫咧半路，所或者倒落来树仔地着不幸来过往。另外，伫咧北欧的瑞典，连续2天拢伫咧零下40度，也出现这25年来1月温度上介低纪录。天顶一直落雪，受寒流影响，瑞典的温度是愈来愈低。北部拉普兰地区初三温度到零下43.6度，从1999年以来低温的纪录。瑞典气象水文研究所专家表示，瑞典北部有真侪所在温度伫零下25到35度，佮对瑞典东部甲南部发布落雪加强风警报。隔壁芬兰西北部城镇伊利回耶斯卡。拜二气温降到零下37.8度，有报员表示，部分地区这礼拜气温会比零下40度较低。首都赫尔辛基气温按算会伫0度15度到零下20度之间。I think it's all about wearing the right clothes. So first of all, cover the head, and then have a scarf that you can cover your face if needed. 这摆寒流也带来落雪甲强风，扰乱规个北欧地区的交通状况。围桥被迫关起来，部分的车甲渡轮也停驶。甲北欧比起来，西欧天气虽然无遮尔寒，啊，毋过一场风暴伫当地的滚架。风暴汉克带来强风大水雨，德文郡南部海岸艾克斯特机场风速到每点钟130公里，强风吹倒路树，带着一台车，或者50外岁查甫人死亡。英国有1万户停电，当局发布大水警报，真侪条主要道路因为大水关起来。法国北部也予大水淹去，这已经是当地3个月以来第2场的大水。Du coup, on est une deuxième fois victime des inondations suite aux crues. Donc là, on vient tout juste de se faire évacuer par les pompiers et on s'en va être logé puisque notre logement est déjà 50 cm sous l'eau et n'est plus habitable pour le moment. 德国北部部分地区也在对抗大水，下萨克森邦正做重灾区，而且气象专家暗算当地落雨会愈严重，恐惊会予大水恶化，强风也侵袭荷兰大片的所在。南部都市爱因霍芬警方表示，这75岁查甫人初日暗时为脚踏车顶悬摔落来，遭死亡，可能是强风造成的。公司新闻陈慧仁编译。公布军事情报局去年逼出正钱的歹代，2位姓苏的查甫中校和查甫上校透过造假手法和证据，诈领奖金1000万。这2个人拢互起诉啊！也若苏林地检署追查发现，姓苏的中校用过600和2位军官犯案过，用同款的手法骗到奖金。这奖金加起来有1640万遐济。检方也依照贪污治罪条例，伪造文书、洗钱等罪嫌，甲这3个人起诉。连续伫国防部下面的军事情报局去年爆发贪污事件，姓苏的男中校甲姓苏女上校透过不是中国情报人员摄取对话记录的假证据，诈领军情局的情报协助奖金1000万，2个人互起诉。苏林地检署继续调查发现，姓苏的过去早就用同款的手法犯案，甲姓江女上校、姓齐的男中校。其中，姓苏甲姓江的为105年开始，今年来诈领1000万；姓苏的也甲姓齐的同齐诈领140万。姓苏单独诈领190万，甲美金大约10万，不法所得有7640万。部分赃款，并透过不知情的他人账户洗钱。后续法院审理时，若有必要，将请求法院从重量刑，以正军纪。
树林电销署表示，有部分诈领奖金也透过唔知情形的第三人口座洗钱。检方以贪污治罪条例，公务员利用职务机会诈取财物、规则文书洗钱等罪嫌起诉3人。军情局即将重供证据，工作性质敏感，即马也是中校上校界及军官长期利用假证据诈领奖金，也淡薄国军形象。同一个军情局，不同的单位又没有上下从属关系，竟然可以勾串用假名、假情资。历经多年诈领情报奖金超过1000万元，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结构性犯罪。根源上应该要从整个情报收集、情报判断到情报资料的产出，这个一连串的流程都需要检讨。刘伟批评捏造假证据，恐惊害国军误判敌情，造成民心士气落低。针对结果性犯案，爱纠集到底，国防部回应军情局主动将案出案，加检调共同侦办，后续会强化侦查纪律加人员科学。记者综合报道。中国一直甲台湾人出招，讲台湾人会当去到福建地区住落来。最近就一名伫咧福建华侨大学教册台湾人领到官方所发的台湾居民定居证，咱会着委会表示讲，这定居证免有中国籍的身份，安尼就无违反两岸关系人民条例。那最是台湾人想要申请中国的居民身份证，安尼就犯法咯。在出入境管理官员的手头，领到福建省发出的第1张台湾居民定居证，伊是目前在当地华侨大学教册台籍教师张立泽。过去呢，我们是从那个本市台胞证到卡式台胞证，再到居住证，再到这次这个能够定居落户。我觉得呢，这种两岸关系的融合发展是像这个飞速一样在前进。张立泽讲，有定居证生活会当更较利便，拄好就是中国去年11月提出的福建对台21条政策。不过厦门的台商讲，佫无啥了解新的身份文件和目前当地台湾人都已经有的居住证有啥物具体的差别？是蛮惊讶，说我们搞出一个定居证，我们这居住证。这哪里有不同？我那天还真的很纳闷。我们台胞证是8码，居住证是18码。从交通、从住宿这些东西，你变成说你要有18码，你才可以去做。刘委会讲，这个台湾居民定居证，因为也佫无需要设籍伫中国，无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9之1条的规范。台湾的户籍袂妨注销，但若是去申请中方的居民身份证，就会违法。台湾人民的身份会妨提掉，而且注销伫台湾的户籍和权利。这是台湾大选倒头算，中国官方媒体一直放送台湾人领到定居证的报道，除了统战，马方认为讲是有介入选举的意图。公民的投票权是每一个公民宪法赋予我们中华民国国民的一个权利。你要把这个权利让给中共来指导你，来逼迫你，还是说你要独立行使？面对中国想要用多元的手法来介入选举，陆委会佫一摆提醒国人爱提高警觉。记者综合报道。韩国正出名的好丽友克里姆鸡卵糕验出可能会造成食物中毒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南韩政府已经启动回收作业，要若这款物件伫咧台湾也会当买到。不过代理商表示，台湾卖是越南生产的，这产品拢符合规范，也会当主动上检。松软的鸡卵糕搭配真重味的奶油两仁鸭，韩国的点心鸡卵糕，民众一直真介意。不过南韩是有出广告，这款好丽友鸡卵糕由第4青州工厂制作，生产日期是2023年12月22，保存期限到2024年6月21。拢总有1318.2公斤，验出金黄色葡萄球菌，恐惊会造成食物中毒，已经要求爱停卖，搁赶紧回收销毁。蛋黄派还有里面有一些巧克力派，里面都含有糖分，特别容易受到微生物的污染。如果保存不当，就可能会出现金黄色葡萄球菌。医师表示，这种鸡卵糕惹予金黄色葡萄球菌污染，民众食落腹肚，会伫1至7点钟内发生食物中毒，镜头会出现胃会吐、腹肚痛、落瀉、发烧。国内代理商星河国际有限公司是发声明表示，国内所卖的商品是越南厂生产制作，产品拢符合规范。
韩国好利友蛋黄派产品遭检测出金黄色葡萄球菌一事，经本局向食品药管理署查证，我国未有韩国的相同产品输入记录，因此也未通知本局针对相关产品进行下架回收。针对这个事件，大卖场家乐福表示，所卖的好利友鸡卵糕生产地不是韩国本地，不过也是预防性拢落来，厂商会主动送验，确认无问题才会继续卖。虾皮购物加大润发也拢已经预防性落来，消费者若是有疑问，会当提买商品的发票去原购买门市服务台退货。记者综合报道。高雄轻铁这个月试营运通车全线免费，声袂少民众去体检。这几天这载客量就加3成，不过轻铁也出现一寡问题，亲像这车帮让了伤过久啊，月台路卡机器荧幕看袂清楚，也有车厢甲月台关系感的问题。各界公司表示讲会检讨改善。下晡时啊，学生下课时间招盼要返去厝内，轻铁树伫家乡站出现排甲落的队伍。轻铁10分钟来一班，车厢是人客人。有民众就反映等轻铁等伤久，建议爱加挂车厢，也是做短班久时间。现场学生是表示，若是等公车等甲真久，轻铁干那等1-20分钟尔。让他也可以挤得上去，可能放学时间学生比较多，10到20分钟而已。长的时间可以跟朋友聊天。然后在车上的话，就是站一小段，他们就是分站，就是很多人就会下车。轻轨的营运班距是尖峰10分钟，离峰15分钟。假日或特殊节庆也会有加班车营运。除了车帮时间问题，嘛有民众反映轻铁月台路卡时荧幕看袂清楚，根本唔知影家己敢有录到。另外，轻铁车厢甲月台关道落差伤大，对坐轮椅的民众来讲真困扰。记者实际摕笑来量，关道就差5公分，甚至坐轮椅的人差小看就塞袂出来，无法度落车。车厢的关道甲迄车站的关道有这块有差啦，所以咧轮椅吼，伊要起哩吼，爱较出力的。高铁公司将会趁着试营运期间，紧速收集各项民众反映问题，进行改善。高雄轻铁宽纵线主路载客量是加3成左右。高雄捷运公司表示，即马是试营运，后续观察整体运量状况，来调整车帮时间，也有月台车厢落差问题。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中选会对2001年开始就和台湾设计研究院合作，来美化台湾的选举。美化的意思就是讲，互选举公布投开票所的这指示牌，到今年的总统电视政见发表会，拢加入这美学的美感。用同款的色水甲编排，未来会推出新型的当票计经，互严肃的选举增加一寡美感。总统大选已经真晚，但是无讲大家可能无发现，讲过去的选举公布票地较无影目，伫咧编排嘛较钱，但是自2001年公投公布开始，都用新的设计，互民众较好读。原来这个改变是来自中选会和台湾设计研究院共同讨论了后的版本，当然整体的色调嘛有一寡美美角角。秉持中性跟客观，所以在颜色上的选择上，我们就避免任何的政党色彩，从选票，从所有的资讯，从所有的内容，包括电视的发表会，基本上是一个中性的色彩。为着要互严肃的选举嘛，通有一寡美感。中选会表示，若是选举公布，当然选务人员的甲投开票所带选举告示嘛，和过去真无共款，用直观佮符合现代美学的理念重新设计。正月13号，我们还择定了一个投开票所会来试办新式的圈票处，也就是遮屏。内装它是这个稳重的，不会影响到选民辨识，反而可以让选民做好更快的这个决定。选举是台湾民主社会的日常，中选会自2001年开始，就和台湾设计研究院合作，陆续做出一寡改变。设计院强调，提供选民好读的选举资讯、调试，甚至透过空间改造，都是希望会当让选民感觉投票这件代志，唔免这么死板，嘛会当有一寡美感。记者林晓凯台北报道。
离大选剩无10天，彰化立委第3选区由民进党的吴音玲和现任的国民党立委谢依凤车拼。其他的艺文界人士特别到南去到彰化，甲吴音玲相挺，希望国会会当有一位文学立委。那谢依凤的服务处主任表示，谢依凤这阵啊拢伫咧无营造行程，会用实际行动争取选民的支持。2024彰化县立委选举第3选区，由现任的国民党立委谢依凤对上民进党的吴音玲。今仔日侪艺文界人士来彰化甲吴音玲相挺，希望国会会当出一位文学立委。艺文界的朋友发起联署的行动，希望让国会未来有文学一席之地。这个文学不只是文学，而是一份关怀社会的这个热情。咱要翻转这个土地彰化了哈，然后我们要让地方可以新陈代谢。面对艺文界人士支持吴音玲，谢依凤今仔日是照原本计划走行程，无接受媒体采访。不过有伫面册写讲，乡亲的笑容是上温暖的诗。继续争取无名草地诗人的支持。阮委员希望咱的选民可以4年机会也在这较袂稍好势照有咱彰化县的所有乡民。委员你的任内目前为止已经争取到7.66亿中和溪水环境改造计划了咱将一寡迄就讲饲猪的啦饲羊的伊的水会排去在整治这方面可以用好。介于农业升级的时阵咱会注意到环保。彰化县第3选区包括丰原、埔盐、溪州、梨林等10个乡镇，面积是彰化4个立委选区上大的一区。这届选举主要呈现哪力的对决，选情激烈，两边定赢嘛把握最后的时间催票，希望得到选民的支持。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去年8月，有一位唱水教练也卡互这个渔船的엔진叶啊加断去，加在路边有接倒转来，即马已经会当行路了。医生也要提醒讲，万不一受伤，就要赶紧甲断去的部分包冰水送病院，6点钟内也是有机会接倒断去。甲断去的所在接倒转来，伤口复原，表皮嘛中间完成。经过积极的复健，虽然脚底感觉也会麻麻，不过已经会当慢慢行，日常生活嘛无问题。41岁唱水教练吴先生，去年8月伫教学时阵，不幸去互渔船的普罗皮拉加断倒骹。迄个时阵，伊随甲断去的所在拔起来，搁互送学员断去岸边，所来互人紧急送病院手术。第一时间把这个断肢接回去，然后而且没有什么感染的症状，这样子强迫自己去动啊、去走啊，然后像是关节或是脚趾要拼命的要让它动这样子，因为我毕竟希望之后能够回去继续潜水，然后不影响生活这样。因为长期接倒转来牵涉到的层面真济，受理吴先生的家人中间病院第一时间调入各区别。尾啊，长期嘛，互人送到病院，随进行手术，加长面复位，骨头固定，再搁由进行外科接手，进行包括静脉血管的移植才会中建。意思是讲，会当顺利甲长期接倒转来，上界重要就是甲时间走休息。大概都希望尽量在4.5到6个小时，因为去减少这个肢端缺血的这个情况，能尽量去减少这个因为长时间缺血而造成后续一些肌肉的损害，或者后续造成的一些后遗症。医疗团队表示，长期接倒转来了后只是开始，目前是会使行，不过也袂使走甲跳，会设计适合的复健计划，帮助功能恢复。也提醒，万一若是不幸拄到长期意外，第一时间就要甲环保饲好条止血，甲长期放入清气的塑胶袋啊保存，会当外口放冷水，不过无建议直接放冰角，以免冰角歹去。若做会当及时就医，手术成功率就会大幅度增加。记者综合报道。听障者伫社会当中，因为听袂到，较无方便，也比较危险。台南市社会局特别制作听觉障碍者行车优先大纸，要提供予听障者呢，通搭伫咧轿车、奥多摆顶悬。除了增加民众对因的注意以外，这社会局也建议会当用4等的方式来代替市立吧。
赛车对一般人来讲可能真简单，不过对听众朋友来讲，就要克服听觉损害带来不利便。但是听众体育运动协会讲，因赛车出去，就因为无听到汽车的喇叭声，体术受到无介友善的对待。但是社会局为了改善安尼情形，结合交通局应听觉障碍者行车友善大纸，借出除了提醒用路人爱加一份注意，社会局嘛建议大家会当用试点的方式代替喇叭声。我都太特别了，听得不。很多都带入，很多人在看，我都看我无劲，我都听不对呀，很多人都看我都很奇怪。我们的民众知道说，哦，这个车子就是有我们的听障者在开，可以在比较友善的社会里面开车。经过了解，台南到今年有身心障碍证明，拢总有9万多人，其中听觉障碍者占10322个。依照交通部规定，听觉障碍者也是会使考汽机车的驾照，只是向若有紧急状况，因无听到声音，无法度马上闪红过。这个社会局因参考日本的做法，做大纸发放给听众的朋友，互因通打点去机车顶悬，借助降低因在赛车的困扰。希望用这个图示来标示说，他可能是一个就是听觉障碍的民众在开车。那在这个部分哦，因为听障者他们其实很难听到像是我们比较常见的，像是消防车、救护车还有警车的警鸣声，所以我们在这边就是有一个闪灯提醒的动作。行车友善大纸目前除了会使去市政府申请，另外各区公所嘛有提供申请的服务。社会局讲，唔望证人会使将心比心，友善对待听众朋友。记者陈台南采访报道。嘉义县政府嘉义县得到这所谓发展部支持，利用这蒜头糖厂外的仓库，成立嘉义县头一座用5G 文化科技做主题的创新基地，要来提升嘉义县的文化发展，而且也会当带动地方的创新。唔免过目镜，就会当看到的3D 影像，利用手机的镜头，就会当看到甲实际空间结合的影像混合实境。伫嘉义县蒜头糖厂的仓库，已经有进驻10间左右的新创团队，未来伊要用这种结合假假真的数位技术，和在地文化更加趣味。是我们现在有看到6都以外的一些的机会。那嘉义呢这边呢，也是我们看到了它有深厚的一些的文化，还有观光，尤其像阿里山、故宫的这样子的一个很大的文化的能量在这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嘉义的一个最好的一个优势。为着要活化蒜头糖厂营地的仓库，新组仓库的嘉义县政府得到数位部经费的支持，成立嘉义县第一座以5G 文化科技做主题的创新基地，要协助观光工厂强调文化相关嘉义县产业，会当利用数位科技和文化观光有无同的呈现。数位部的给我们的补助，那而且是非6都最高，高达8000万，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基地启用了以后，真的给嘉义带来数位产业科技的力量，能够改变嘉义。这个地方文化5G 的计划，就是希望把这些软体，还有 AI， 还有包括连治安也要着重这个数位产业呢，能够带入来跟嘉义产业来去做结合。数位产业署表示，嘉义县的航太科技甲无人机产业，未来对数位科技的需求会愈来愈高。透过基地的成立，我们协助提升产业，嘛希望会当使少年人高回来嘉义，培养在地数位人才。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宜兰到新竹对12度到23度，苗栗到云林对12度到23度，嘉义到屏东对14度到25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3度到24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1度到19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夜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